ただいま。你去啉酒啊？是啊，一个朋友哦要转去东京，陪伊啉淡薄啊。迄钱你摕啊？对啊。你哪安尼啦？店无开就准拄煞，搁摕钱去啉烧酒。是安尼啦，我迄个朋友哦，钱拢互贱女仔挣去啊，伊要转去东京，身躯无半仙啊。我就想讲，我甲钱拢借伊，伊讲伊转去日本哦，会甲钱寄转来还咱啊。讲安尼，我无先甲你讲啊。你钱拢摕去招人，家己也无留一点啊。拢摕去招人，咱家己是要食啥？明仔载搁要进货，迄钱是要互人的呢。对哦，明仔载要进货哦。我煞袂记啊。即摆免啊，我先去招好。唔免啦，你是要倒招？我明仔载去会啥领啦？今仔日拢无钱啊，无钱是要安怎食饭啦？你要是好啊。我要是无要紧啦，要毋过我毋甘你巴肚枵呢。卖假仙啦！莫生气啦，后摆我毋敢啊，无我会包互你食。呢，食食，好啊，卖算啊。莫生气啊吼。阿爸，今本年的考稿，先生有编一首歌哦。哦，哪个歌？编伊阿爸呢？真假啊？先生讲哦，伊阿爸迄天一先生写嘅曲，哦，同学拢指定来讲，计毋迄领倒上咩？哦，哪会张伫阿爸迄有名音乐家？阿爸，你免有名音乐家。阿爸将会认真做条路，对吗？感谢。哪有查甫人的理由啊？你来哦。勇敢，行好啊，慢慢啊，来，先坐落。你哪会啉甲遐尼醉？我来倒掉你啉。优卡，来，先啉一杯梅仔茶，解酒。我今仔日也无啉遐尼济，哪会遐尼醉？啊，你哪会遐尼济工拢无来啊？当我顶摆来，你毋是甲我赶转去？啊无，你转去啊？
尤卡，你是毋是有别个查甫啊？查甫人，你的后白讲啥？这啥？刘啊，啥人的瘤啊？这哦，就有一天我有一个姊妹伴介未婚夫来我遮，可能是未婚夫落去的吧。真实的，你无甲我骗。我哪都骗你？安尼好，来，你甲我去阮头见阮某，行。你讲啥？我要带你去阮兜见阮某，叫伊哦，互你入阮家门。我哪都离恁家门？我要带你做细姨啊！啥物啊？你在讲啥物笑话？我毋是讲笑话，我是认真的。恁某会互你带细姨？欸，阮某哦是阮兜的新妇啊，伊对细汉就真听话呢。我爱啥，伊拢会学我。尤卡，我哦，自从甲你斗阵了后，我才知影，什么叫做恋爱，什么叫做灵魂的交心。你哦，我写歌的灵感源源不绝，我袂用去无你。靠来转，好无？你雄雄安尼讲，我料想袂到啦。我爱你即马亲嘴答应我，我毋才会用去转去安排。你今仔日先转去啦，互我小想一下。我知啦，你哦是毋甘你第一阶段的身份。你先转去啦，转去啦。你困袂去啊？无啊，是毋是有啥物心事？无啊，哪有啥物心事啦？我有听人讲，你伫外口有一个查某伴。啊，你是听谁讲的？谁讲的袂要紧啊，若是你真正介意伊，规气甲伊带转来，我袂反对啦。啊，你是咧后白讲啥啦？你外口啉烧酒，还是咧佚佗？是要带谁转来？好啦，啊你莫甲我袂乱想啊，紧困啦。头家，我甲你斗三工啦。你要变啥？是哦，不要来，只有头家啦吼。多谢多谢。你要变啥？只有头家啦吼。不用变啥贵好，不用贵好啊。贵好。你要变啥？贵好。后礼拜再到位啊。你变啥？你变啥？后礼拜到位你再来啦吼。好，来，多谢。
谢，只有头家啦，只有头家啦，哦。哇，多谢咧。风个大你来哦，无吼我足无闲的。啊，你遮久拢无来？即马就这侪人要听日东的台湾歌，哥伦比亚日本歌，谁要听？足奇怪呢，迄明明台湾歌，足侪人爱买的，你为什么拢无爱出咱的呢？你等伊哦，甲你社长送吼，小欢迎一下啦。反应嘛无效，社长讲伊是日本人，爱配合所多库做代志。头家，无我先来去。恁较早来者哈，吼。我是咧想讲，遐地量项咱都无，唔知影搁接。最近买地人较少，我看暂时莫真遐济，后壁课程搁真济，若无因缘行会出。你讲是阿达？阿达，阿达，啊，都为遮来无得来咧，我，你说，买到？头家，使。哦，这身翘尾水的价格，袂输鸡尾水母样出了了呢。阿高，遮久无看到你的人影啊。是啊，我最近较罕搭来遮，阮走去西门町迄边店。我听讲哥伦比亚迄边无要出台湾歌啊。总督府讲袂使出台湾歌啦。啊，等你嘛咧凊彩讲讲，啊，隔壁大营毋是还搁咧卖台湾歌？迄是台湾人开的曲博会社，才会当出。我感觉台湾人开这几间嘛当无偌久啊。是安怎讲？我最近去买地，嘛感觉地愈来愈贵，因为日本甲长山咧战争，物件吼愈起愈贵。但真正起了伤悬，大家过三顿就袂赴啊，哪有有用钱通要去办？真正啊，修正起来会变甲遐尔凄惨嘛？你真捌才知啊！即马总统府哦，当咧掠咱台湾人去南洋做军夫啦，无定着哦，免偌久，你就爱去替日本人死啊！我才无爱咧，我才20岁，某拢还袂娶啊。无爱都袂用的啦，到时哦，好掠去安尼骗骗，我甲你讲。那啥，我遮厉害啊！无代志啊，我可以啉一寡水就好啊。你毋倒来困，这边要创啥？人无爽快哦。哎呀，咱这烧啦！哎呀，三娃娃，进来看先，行。哦，今仔日迄场面吼，人山人海啦，有够闹热的啦！恭喜林秋啊，为作词家变做影戏编剧家啦！恭喜恭喜！哦，毋拿迄剧真好看，音乐吼有够好听的啦，一个西讲一个神配，哦，配合甲咧麻。你后摆吼，影片啊，一支一支咧甲拍落去啦。我甲你讲，影戏啊，毋是干那靠咱两个，迄是靠大家互相斗相共。啊，对，来，啉啦。好。哦，做影戏，比做铁盘较难。刷落去啊，恁手啊爱趁大钱啦。无啦，啊趁什么大钱？上条啊是大家会用个像金仔尔呢，大家做伙啉酒，欢喜，是不是？中比赛啊！来，尤卡，